山管人丁水管財，點解有人旺30年？風水佬唔講嘅硬知識，而家全部公開。跟住呢5招揾樓，保證你順風順水啊！首先，寺廟、墓園、醫院、機關單位、陰氣重、孤僻嘅地標，一定記住要避開。第二，背山望水有玄機，背靠山唔一定要係真山㗎，後樓高過你嗰棟都得，要有靠山。望水海景當然正啦，但係公園啊、球場啊呢啲開陽位一樣都可以當虛水。客廳對住個開陽位呢，就財運滾住來㗎啦。第三，千祈唔好貪得意買3尖8角嘅鑽石廳啊，缺角等於漏財。正方形嘅廳堂加上4正嘅房間先係長風聚氣㗎。如果你嘅大門對住個電梯嘅話呢，一定要加翻塊屏風啦。第四，3樓生生猛猛，8樓發財就手，係人都知啦。要注意啊，太高嘅樓層未必好，超過30-40層，隔離棟冇人幫手，小心影響事業啊。第五，廳亮人旺，房暗心慌，客廳就要光猛啲啦。陽台種富貴竹，招財氣啊。睡房呢就要暗啲，裝雙層窗簾保隱私，仲可以瞓翻個靚覺添。風水唔係迷信啊，係環境能量學。跟住呢5招，帶你揾到聚財旺丁嘅安樂居啊！